西来安5号大地圣诞期间，庙方除了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虔诚庆祝新年生，同时也无白给你做公益，结合西来安每一位干部，大家出钱出力，共同办理60号红包捐助活动，而且今年更扩大关怀到境内4里的60家庭。北区大河里、大丰里、大港里、甲县北里，这4里的这个中低甲低收入户的这个红包的发放安尼，因为是讲景气也真歹，阮本庙就是讲秉着这个慈悲的心做会到的，互咱这个里内或者会较会当加减一个补助安尼，所以这是阮本庙一种的这个善心安尼。西来安的60红包发送已经持续多年举办，无问回报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北区区长潘宝树也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致敬感谢状，表扬庙方的善行义举。西来安咱伫咱的新明西进前来做功德啦，咱针对周遭的里啦，总共咱的家附近中低户发给1500啦，低收入户2000的一个慰问金啦，来受惠咱这附近的里民啦，嘛，这非常的感谢。今仔我代表着黄伟哲市长来颁发这个感谢状啦，感谢咱西来安每年啦，伫咱的新明西进前拢来做这款的功德来回馈给我们的里民。咱境内包括咱大河、大港、大丰、县北里的家属里中家属里拢有一个慰助金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咱的新民的这个关心甲关怀嘛，祝咱所有的小朋友伫新的一年都会当真平安。那再一次感谢咱西来安咱当署长、我们的肖荣玉董事长，还有所有董监事大家的爱心。詹正义表示，西来安为伫咧北区大港寮，只要是能力所及的部分，拢会来帮助境内60家庭。伊发扬西来安5号大地慈悲关怀。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